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實用嘅話題，就係安裝地去水座廁。如果你屋企廁所係地去水，可能會覺得買座廁真係一件麻煩嘅事，因為你唔知點量度尺寸，又怕買錯款式，更加擔心師傅裝得唔好。所以今日現場實拍，俾大家了解座廁安裝嘅全個流程，同埋當中有咩事項要注意。如果你嚟緊都要換座廁，呢一條片絕對適合你。首先要關閉水源。平時我哋要先閂咗個角閥，截斷水源，但係今日情況比較特別，要直接閂咗個鹹水掣，因為後邊個鹹水喉太長，會頂到一陣要裝嘅智能座廁個邊框。閂咗水後，師傅先用戒刀戒開座廁底部嘅封膠，等佢唔好黐實個地，清乾淨之後慢慢搬開個座廁。今日呢個單位個舊座廁係自由嘴，有裝曲喉，所以就咁拉出嚟就得。如果係一般地去座廁，就要垂直向上將個廁所抽起，避免整爛個排污管。嚟到呢度有一個非常重要嘅資訊，大家見到地下呢個窿，佢窿中間離牆身距離要有11寸半，唔係嘅話就會裝唔到。所以如果你哋要買地去廁所嘅時候，一定要先度好個中窿距離。最穩陣嘅做法當然係拆咗個廁所嚟度，再唔係揾師傅上嚟睇位。如果嫌麻煩，你可以先用拉尺喺側邊大約預估一下距離。好彩嘅話，有部分座廁後面會有開口俾你度到入邊有幾深。關於度尺嘅誤差可以好大，因為有座廁喺個窿上面嘅時候，即使度出嚟好似差唔多，難保個窿實際距離差好遠。度完位啱裝之後，會拆咗舊嗰個分體廁嘅水箱，倒晒所有水。當然要所有接駁喉都要全部拆晒。度過尺寸啱之後，要整走埋個曲喉。但係今日呢個單位由於要裝智能座廁，鹹淡水都要駁。不過側邊呢個鹹水掣太長，會頂到新裝座廁個邊框，所以而家要做一個縮喉工序。完成之後，師傅會先開咗個淡水位同埋電位，等一陣裝廁所嘅時可以順便駁埋。做咗咁多事前功夫後，終於可以正式裝座廁。喺裝入窿前，先加一個接駁喉喺個廁底，咁樣可以確保座廁同個窿無縫接軌，以防漏水。由於地去式座廁要垂直放個廁所入去個窿度，咁所以最好有2個人合作。一個將座廁升起，漏個蠟俾個 partner， 確定個底喉係對準咗個窿。如果憑感覺嚟試，就有機會整歪廁底下個喉管。裝好之後就要試水，確保廁邊冇滲水。跟住就要駁埋水電。提醒大家要注意，如果打算安裝智能座廁，係座廁附近1米內要有淡鹹水同埋電位。如果唔係，就要另外拉線同埋駁喉，會有額外收費。睇完今次座廁嘅安裝，相信大家對安裝過程已經有咗更深入嘅了解。無論係拆舊廁所、安裝定係事後測試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處理。希望今次分享可以幫助到各位要換座廁嘅朋友，尤其係地去式嘅廁所，知道事前要準備啲咩，影好晒相，咁同師傅先容易夾。嚟緊我哋會做更多產品測試同產品介紹，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A 加 Home Channel。如大家有任何關於潔具問題或者係建議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